日出由台湾的团队打造大型歌剧《杜兰朵》，总算要伫高雄卫武营头一摆演出。为导演、主角、道具、服装、灯光舞台，拢是由台湾优秀的团队来一手打造的。伫欧洲歌剧院连续4档办26场，逐场就客满。花絮艺龙嘛变成头一个杜兰朵台湾首演幕后采访的媒体，透过全纪录深入了解这个一场几百人演出的歌剧是安怎表现出伊上界完美的面貌。 台湾上大卫武营歌剧院开幕将近半冬，第一出上演的大型歌剧《杜兰朵》，花絮艺龙嘛专程记录舞台背后的秘密。歌手的一个，你看我们有打叉的点，是他们可以站在那边，但是站在那边之后，他们的平衡感要很好。他少走一步的话，他就会有点不好唱，他一定要站到刚刚好的地方。 穿15公斤重的服装，徛伫穿出来舞台，脚步爱栽，歌声爱放，互担任女主角的声乐家左涵莹拢止不住爱大大的诉气。但是我会从上面走下来。你看我这样子的话，我就变成我前面要这样踩着。 互参与的260名演员呈现上完美的演出。对于开演当天会知影，所有演员、乐队、技术团队、幕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就伫为武营的歌剧院内进行最后的彩排测试。大家拢总爱西装打扮，敢若是化妆团队要动员20外个人。开演前2小时，女主角杜兰朵就必须要定妆完成。盖眉膏，对。他这样子一改，眼神就会比较犀利，有气势，比较有气势。 所有准备就是为着这刻。首部由台湾团队甲德国歌剧院共同合作的歌剧，总算会当伫台湾的观众面前呈现。